的意向甲方向。阮若无意向，阮若无方向，阮就唔知影这个双年教会未来100年，我要行去倒落去。讲就圣神来感动阮，互阮做这会友，为着双年教会意向来敬正、来祈祷，互阮看见上帝你爱阮做啥物。阮恳求主，你来带领阮。阮为着阮个人，为着阮的家庭，为着阮的事业，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的国家，阮来献上阮的感恩，感谢上帝。阮相信你是个早伫地，今仔伫地，永远伫地上帝。阮要放心，将阮的教会、将阮的国家、将阮的家庭、将阮的个人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来带领阮。主啊，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我们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同心来祈祷。阮以今日地，愿你的名声，你的高领教，你的旨意一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代代不尽。阿门。咱要三甲来启应，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2篇，22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33页我来启，请咱大家来应。启应文22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以赦免你隆重的罪，以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面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尔啊悬，当离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亲像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这个有大宽容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单位，拢着学了耶和华。
咱搁继续来吟诗，来学罗上帝信诗299首，请咱起立来吟。像这过来圣歌队要带领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奇妙恩典之歌。Oh
咱感谢圣歌队，甲圣神的感动带领，咱搁一摆照着这个诗歌，为咱的心灵内底来学乐，感谢咱的上帝。下面，咱要恭敬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到15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76页，台语汉语本第202页。当我照着台语汉语本来讲读。第7节，若是咱有这号宝贝藏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宽容做上帝，毋是出伫阮。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困迫，危难也无失望；拄着困着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因为阮遮的话语。倒倒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互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的死的身躯。安尼就死的力行伫阮，活的力得行伫恁。总是阮已经有这个信的神，拄拄照所记载讲，我有信。所以有讲，我也信，所以也讲。家己知，互主耶稣国话的，也要互阮甲耶稣国话，阁要引证阮甲恁三角徛伫伊的面前，因为万项事拢是为着恁，要互恩典对人哪济，来哪加添。一互感谢，一发充满，直到上帝得到荣光。愿上帝赐福听伊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今仔日新牧师所要主讲的信息是生之恩典，请咱恭敬来听。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恩节快乐。每一年11月是感恩的季节，因为这个时阵秋天的收成已经差不多结束，也准备要进入伫寒天，同时也表示一个年度已经结束。11月的第4礼拜的拜四就是感恩节，咱教会伫今仔日来庆祝感恩节，同时也要互咱来思考感恩的意义。来先，咱要来想是安怎着感恩，佮咱为着什么来感恩，要对什么人来感恩。事实上，咱嘛知对人表示感谢是做人上基本的礼貌。咱自细汉，咱就互人教示讲，就爱时常讲请、多谢、是的、请、谢谢、对不起，安尼才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咱对咱的事事，咱嘛是安尼来甲因教示。特别当咱在接受物件，或者是对人来的帮衬的时阵，咱嘛拢爱会当讲多谢、讲谢谢。过来，也毋是干那伫口头的感谢那定，搁爱会当用行动来表示回报。所以俗语有一句话讲：食人一口，行人一斗。这就是一种的感谢、感恩，咱会当尽力对人来回报、来报答。所以一个有正常人格发展的人，拢应该知影这个感恩上基本的道理。
伫人类的社会，伫互动的中间，确实有需要时常来存感恩的心。总是咱嘛看到，咱对伫世间人的感恩，也常常是暂时的，或者是有特别的目的，或者是有特别的一个事件代志发生。因为咱无可能拢一直对同一个人，对伫同一项代志伫遐来表示感谢。这嘛是因为咱世间人是有限，咱对人的表达有限，别人会当为咱做的也是有限。总是咱信上帝的人，确实需要来提升咱的眼界。咱毋是伫这个世界，敢若对人有感恩，咱搁较需要会当对顶面对上帝有感恩，搁用安尼来培养咱有对内在一种对心底发出感恩的生命。那呢，咱对上帝要伫什么所在来表示感恩呢？头一项，为着上帝赏赐咱的快乐来感谢。咱伫这个世界要奋斗打拼，拢有需要快乐。咱面对挑战，咱搁较需要快乐。咱讲的快乐，毋是干那只有咱的身躯健康、勇壮、有体力，会当来去做代志那定。这个快乐，嘛是对心底发出，会当勇敢面对困难挑战的精神态度。当然，这快乐拢需要有上帝来赏赐予咱，特别是对心底这款的快乐。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伫遮安尼讲：不过，阮有这个属灵宝贝的人，是亲像土造的器具，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毋是对阮出来。若是用外表来看，咱只是一个真普通的人，咱是属于肉体。保罗用这个土造的器具来做形容，确实咱真脆弱，有时阵亲像这个土造的器具一摔落就破去，咱嘛真容易受伤害。咱的快乐有限，总是若是这个巨大的能力，上帝快乐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咱就会当行做这个代志。有上帝赏赐的快乐，咱才会当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甲困难。亲像保罗伫遮继续讲，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毋过无克服；拄着绝境，毋过无绝望；拄着困迫，毋过无互上帝放杀；受吓倒，毋过无至到一死。咱伫世间，咱看到世间人真正拢是有限，总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伊是会当面对家己的有限，承认家己是软弱的，佮承认佮较需要对上帝来快乐来帮助咱。所以保罗伊会讲，我佮较欢喜夸口我的软弱，通叫基督的能力快乐来遮看我。因为伊知影主耶稣所讲的话，主的恩典教也咱用，主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显得完全。所以，当咱愈承认咱是软弱的，愈会当得到更较多对上帝来的帮助。这是一种叫做逆理。逆理的意思，伊有关是真理，总是甲世间人所讲的这个一般的道理无共款。一般人是讲自助人助，你爱家己帮助家己，你家己爱出力，别人才会当来甲你帮助，互你会当来脱出这个困境。但是咱信主的人却是倒变，咱知影我的快乐有限，别人的帮助也是有限。今仔日我面对是真大的挑战，所以我需要放下我家己，我就干那我靠上帝的快乐帮助。上帝就要对天顶伸伊的手
来甲咱帮助咱，互咱会当脱出这个困难。特别当咱是祈祷，咱在做属灵精进的时阵，咱更较需要对天顶来的开力。咱上面教会甲其他教会有一个真大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咱礼拜堂头前无有一个十字架。咱头前是一个马赛克吼，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一个图像。伫圣经记载，当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伊非常痛苦，迫切祈祷，伊的肝亲像大点火滴伫地面上。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来赞伊的力。主耶稣伫即个时阵，伊知阁无偌久，伊就要互人抓起来，阁要互人拍，要互人钉伫十字架顶来受死，伊要行这条十字架救赎的道路。伫人来看，这是真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主耶稣也伫祈祷，甲上帝伫遐讲：若是会当叫这个杯离开我，总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主耶稣伫遐面对遮尔大的征战，圣经讲伊的血。伊的肝亲像火滴落来，这亲像一个人在真出力，在拼一项代志的时阵，伊会流汗、流大滴汗，流汗嘛是真了体力的，所以上帝就对天顶派天使来帮助伊。伫咱人生所面对的困难的时阵，当咱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伊也要赏赐咱教业的开力，所以有一个广告，一个饮料的广告，讲明仔载开力，今仔日甲你传便便。总是迄是一个广告，因为伊爱你开钱去买伊的这个饮料。搁再来，这个开力是无可能凭空出现，但是咱是无共款。咱嘛毋免听候到伫明仔载，当咱要开始一日的活动甲工作，咱伫早起时，咱就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祈祷，来领受，相信上帝伫迄个时阵就要赏赐咱一日教业的开力。第二项，咱要为着上帝赏赐咱的机会来感谢。咱人生每一个阶段拢有固定的过程，亲像咱自细汉、大汉伫厝内，然后就去读册，读册了就要工作，到一个阶段可能就要进入家庭、进入婚姻的中间，年岁到，搁爱退休，毋管你是自愿或者是被逼，这人生的过程拢是免不了，或者是因为时间在过去，然后真自然就发生。总是伫遮的人生拢会经过的过程的中间，机会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讲，咱会当拄到好的老师，伫咱读册的时阵，互咱指导。若是查甫做兵，拢会真惊，但是你若是伫军中会当拄到好的长官，你就会感觉真轻松、真快活。咱若是伫工作的中间，你若是会当拄到好的头家，你会感觉对你真有帮助。甚至咱若是要结婚，要找对象，若是会当拄到好的媒人来介绍，这嘛会当互咱的人生的终身大事来得到好的结局。甚至有时阵咱嘛会破病，爱去病院，咱嘛希望会当拄到好的医生。这人一般人叫做贵人，有贵人相助，这是上好。若是伫咱的信仰，咱叫做天使，因为咱知这是上帝所差派伫咱的生活的周围，要来帮助咱。今仔日也毋管是这贵人或者是天使，这物件咱要得到，嘛爱有机会。咱要买厝，
嘛爱有好的机会，互咱会当买到好的地点，上帝互咱会当安然徛起的所在。有人要创业，嘛是爱拄到好的时机、好的机会，甚至有好的贷款。这些拢是需要上帝互咱机会。事实上，上帝也知咱的需要，伊确实会赐好的机会来互咱。伫顶一回，戴牧师伊讲到得胜的人生的时阵，伊有引用到传道书第9章11节的圣经节。我个人也非常喜爱这段圣经节。遮讲，熬走的无的确会成功，有力的无的确会较赢，智慧的无的确会得到美娘，明理的无的确会得到好业，技巧的无的确会得到稳定。因所拄到的，拢在伫时机甲午日，就是迄个时阵的机会。所以机会是非常的重要。之前有一出电影叫做《大尾鱸鰻》，大尾鲈鳗。这个男主角就是诸葛亮所演的这个叫做 David Loman。伊本来是一个真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卡一个孙仔。但是一边这老大这角头伫遐在开会在敲代志的时，人这个服务生就问这个诸葛亮讲：你咖啡要爱烧的，还是要爱冰的？伊就真大声讲：冰的啦！结果大家就想讲，即马要车饼要冰的结果这个老大拢死了无角头结果就换伊出来做老大的这是一个笑话的电影表示讲有时阵人会拄到什么代志，你家己嘛唔知影甚至是无好的机会拄到伊后来就成做一个鱸鰻佫是一个大尾的鱸鰻。人的机会常常嘛毋是家己会当去掌握。咱嘛看到世间人伫遐真认真、真拍拼，甚至伫遐真烦恼、真注意，惊有啥物机会伊错过，伊无去把握着。总是咱基督徒，咱毋免亲像世间人共款，毋免。咱看到最近遮个新闻，关系到咱所食的物件，真侪是无好的，或者是假的。当然，这是生理人要趁钱。当然，有真侪是咱唔知影。世间人就是安尼，总是咱知因会当得到，无一定因会当享受到，因嘛无一定有迄个性命会当来去掌握才会所得到。咱唔免亲像这人安尼。因为机会伫上帝的手中，上帝欢喜将伊的机会赏赐予咱，总是咱会当爱来把握，要安怎把握？就是求上帝予咱有这个智慧。亲像传道书他所读的，这是属于智慧文学。伫圣经内面也真强调这款的智慧，会当看出有这款属灵的眼光来看出上帝要予咱的机会甲祝福。咱会当用单车来做例。以前咱要等公车咱就戆戆到伫车站车牌伫遐咧等看运气有时阵咱还未到伊房车拄走去你就毋知还阁等偌久。起码较有智慧就是咱会当看迄个车帮特别你若要坐火车有车帮，高铁有车帮，咱会晓看迄个车帮伫台北市有的车牌佫有迄个时间甚至有的人伊嘛会当用伊的手机上网去查讲这个车佫偌久要来。伫世间真侪人嘛是安尼，一般人就是凊彩等机会，什么时阵机会来嘛毋知。有准备的人，伊就会当亲像看车帮同款去掌握迄个机会。
若是咱的，咱拢毋要，安怎？咱若是要坐车，咱到车就来啊。所以咱嘛毋免特别伫遐咧紧张，因为这个时间是上帝赏赐的机会，是上帝赏赐的。上帝知影咱的时间，知影咱什么时阵有这个需要。伫牧师的身上嘛，常常拄到这款的机会。上简单来讲，就是牧师常常会去开车出去探访，也是去病院。当然有时阵要开车嘛，想讲，到底有需要开车无？因为可能真无好停车，特别你若去病院要拄到迄个交互迷茫的时间，搁较困难停车。但是有时阵嘛是需要开车，总是常常上帝拢会把这个车位准备好势。到位的时阵，拄啊好就有一位车位让出来，就当停入去。有时阵无是这个路边的停车格，有时阵无停车格，无要紧，搁去踅一个，有迄款免费的停车位，搁较好。所以咱看到上帝伫遮个咱生活顶面小块的代志，伊就会替咱准备好势，伊就知影咱的需要，搁较好好，遮个搁较大条的代志，甚至是关系伫咱生命的代志，上帝也替咱准备好。所以咱会当有这款的确认，那是上帝所要予咱的祝福，伊就要予咱机会。过去是安尼，以后也是安尼。第三项，咱要感谢是为着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来感谢。咱头拄仔有讲，要感谢上帝，予咱气力拍拼，予咱有机会来把握。总是遮所讲的恩典，甲头前是无啥共款，因为有的代志毋是咱拍拼就会当得到，嘛毋是有机会。咱就会当来去掌握着，无一定。伫遮所讲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甚至是叫做不劳而获。你毋免怎样去拍拼，你就会当得到。所以咱伫遮咧讲的恩典，甲世间人所讲的无啥共款。世间人讲，你若要振作，你若要修行，你就要振作。总是有时阵，咱伫遮所讲的恩典，却无一定是安尼。当然，咱要修行，咱嘛是要去振作。但是伫其他的代志顶面，有时阵咱嘛会发现拍拼嘛无一定有路用。特别咱基督徒上会当了解恩典，咱讲咱伫上帝面前对神称义，甲上帝有好的关系，这就是恩典。咱会当领受新的性命，甚至有国外的性命，这也是恩典，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做成的。今仔日毋是咱外拍拼在遵行这个律法，或者是要去做什么功德，或者是要做什么好的代志，做什么款好人，拢毋是，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赏赐予咱这个恩典。今仔日上帝予咱的恩典，上大的恩典就是性命，就是永远的活命。相时也是现金，予咱抑个活地，予咱会当去掌握这个机会，得到快乐。伫传道书第9章第4节，才有一句话嘛，真趣味讲：既若属于活的人，迄人要有仰望，因为活的狗赢过死的狮仔。上帝予咱有活命，因为咱活着，咱才会当运用上帝赏赐的快乐，才会当领受上帝予咱的智慧。所以咱就常常因为咱也活着来感谢上帝。所以今仔日咱若有气力会当喘气，咱若会当来教会，咱拢爱感谢上帝，咱也爱对心底来感谢来敬拜伊。上帝恩典要怎样予咱呢？
有时阵是通过周围的人互咱，就亲像创世纪39章内面这个约瑟，伊互人卖到伫埃及在做奴隶，本来是真悲惨，但是上帝甲伊伫地，上帝互伊伫这个主人波提法的面前得到稳定。后来约瑟虽然互人陷害，关伫监狱，上帝有缘甲伊伫地，佮互伊伫这个管监狱的人面前得到稳定，所以后来伊就会当来有机会做宰相，然后甲伊的厝内人、甲伊的老爸，佮再来相见面。咱除了有对上帝来稳定，甲对人来稳定，咱嘛应该诚做欢喜互人稳定的人，因为咱的上帝天父是欢喜互人稳定的上帝。主耶稣嘛讲，因为有的要互伊搁较侪，侪到有剩；无的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所以伫遮咱会当知，当咱若是欢喜将搁较侪稳定互人的时阵，上帝伊也要将搁较侪稳定搁赏赐互咱。是安怎？咱要讲起，就感谢上帝互咱的气力、机会甲稳定的。因为伫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在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4章15节讲，这一切拢是为着恁，是要互搁较侪人得到上帝的稳定，通显搁较侪的感谢，来荣耀上帝。伫遮稳定、感谢甲荣耀有啥物款的关系？所以咱伫遮要讲第4项，要为着上帝荣耀来感谢。上帝互咱气力，互咱机会，互咱稳定，是为着啥物？当然，咱知影，伊听咱，因为咱是伊的囝儿，就亲像咱若有囝儿，咱嘛欢喜将这个好的物件互伊共款。总是上帝互咱这个，搁有一项，就是为着伊的荣光。今仔日，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毋是讲干那伫遐咧求，然后上帝若答应咱的祈求，满足咱的时阵，咱就真欢喜感谢上帝，你听从我的祈祷，然后搁若会当着搁再奉献，搁再报答上帝。若是安尼，咱看咱基督徒咱信仰的态度，甲其他宗教的信徒有啥物无共款？因为因嘛是安尼，伫行天宫头前拜拜信徒嘛是安尼，甲因的神求，然后得到成愿，安尼那点。所差别的是敬拜祈求的对象无共款那点。事实上，今仔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会当独独，敢若为着上帝荣光来感谢，来学乐伊。伫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感谢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个别，就是圣经。个别是啥物意思？当咱少年的时，咱要去接一个查某囡仔，咱就会讲，你是我冬天的太阳，是我夏天的冰淇淋，是我的花朵，啥物甜言蜜语拢讲会出来。当然结婚了是另外一回事。总是伫遮，咱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感谢，嘛是安尼来甲个别，来甲伊承认，为着上帝的属性，甲伊的本质，来个别来宣告，为着伊的作为，为着伊的气力来学乐伊。所以今仔日，当咱咧对上帝伫遐咧学乐，伫遐咧称赞，伫遐上赞，伫遐称谢，伫遐赞美的时阵，咱就是对上帝上直接、上好的感谢。上帝爱咱来感谢伊，学乐伊，因为伊本身就是值得世上万民万类来学乐伊。过来，
咱为着上帝作为来学落伊，包括伊伫历史上的作为。咱看圣经对创世开始出埃及，到伫新约，到伫上帝多成肉身，到伫耶稣为咱来死，为咱搁活，为着圣神赏赐予咱，这拢是上帝的作为。咱会当为着这个来学乐，嘛为着上帝伫咱身上的作为，咱过去到现在，上帝怎样来帮助咱，来引带咱，来祝福咱，咱嘛会当为着这个来学乐伊。搁再来，当咱开始咧学乐，咧扬光上帝的名的时阵，上帝就伫咱的中间，上帝的宝座就要设立伫咱的内底。咱会当想象，比如讲今仔日咱的厝可能是真无舒适的一间厝，真旧真破，甚至连碰椅嘛伫遐破破，搁补起来，搁破去。咱的厝可能是即个拆已经落去啊，你嘛无法度去甲修理。今仔日若是总统要来咱兜，甚至是美国总统要来咱兜，咱想会发生什么代志？伊的即个随扈，伊一定先来咱兜看，伊就看到咱的椅仔哪会遮尔破，好，替咱去买一组新的椅仔，然后甚至佮叫人替咱甲厝内拢油漆，拢粉刷甲真清气，该换的嘛换掉，因为怎样总统要来。今仔日咱学了上帝的时阵，圣经讲上帝是用以色列的学了做伊的宝座，上帝就要伫咱的中间，上帝要甲咱徛起。当然，咱的生命所拄到的这个问题，甚至咱的所有你感觉破破无好势的所在，上帝伊大声就要替咱来解决，替咱来成就一切需要。当上帝的名互咱称赞的时阵，互咱学乐的时阵，咱周围的人、别人嘛要因为安尼受咱的影响，因认捌上帝，因嘛要对待学乐上帝。当咱伫众人的面前勇敢学乐感谢的时阵，上帝的名就受尊重最大。就亲像以赛亚书11章第9节讲。认捌耶和华的灾难要充满地面上，亲像水充满伫洋海。以赛亚咧讲这时，伊是咧讲起上帝国临到迄款的情形。当这个世界充满认捌上帝灾难的时阵，就是上帝国临到伫咱的中间。结论来讲，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上帝恩典甲福气。的确真紧就临到伫伊，因为上帝欢喜赏赐福气互即款的人。只有上帝是真正家己咱用一生出力去甲学乐感谢。咱基督徒每一日拢是感恩的日子，咱毋是干那伫感恩节，才咧讲起对上帝的感谢，毋是。今仔日咱一个基督徒是有感恩的性命。也因为安尼，咱真自然，咱就会对伫咱周围的人，特别互咱恩典的人，咱晓来感谢伊。所以咱看，对上帝的感恩感谢本身也是一种的见证，用安尼来荣光上帝。愿上帝赏赐伊的福气互咱，因为安尼，咱欢喜感谢学乐，将得救的人加添伫咱的中间。互咱亲像保罗所讲的，就是咱今仔日圣经在最后一节讲，要互更较侪人得到上帝恩典，通献更较侪的感谢来荣耀上帝，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真侪你的囝儿，你互阮徛起伫你所创造这个水的世界。你也欢喜将各项的好面赏赐互阮，伫阮的生活顶面，互阮有够额的气力，互阮有好的智慧，
互阮有对你来恩典，互阮会当来领受你所赏赐的祝福。总是伫这个时阵，阮也感谢你通过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互阮知，阮毋是干那为着这个所祈求的、所得到的来感谢你那点。阮也需要，阮也应该学习，单单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本质，为着你的所做来感谢你。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当阮干那会晓为着荣耀你，为着感谢你，为着学到你的时阵，主你自然就要来为阮来成就这个阮所求的。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就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才会拢要互你。也当阮感谢你的时阵，当全地拢学到你的时阵，阮也要经验到上帝国的阳光临到伫阮。就亲像阮伫主的祈祷文，阮拢会祈祷讲：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是我靠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条咱要继续用诗歌来回应上帝伫这个年冬，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甲家庭的恩典。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88首。请咱起立，咱要当心来这方面的祈祷。
亲爱天父阿爸，我无单单要将你所赏赐予阮的金钱，互去担保来做你圣工所用。在这个感恩节，阮特别恳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搁一摆来写清起阮每一人，互阮会当成做圣洁的器具，是上帝你所要找见的器具的仆人。在这个感恩节，我搁一摆来想念感恩上帝你伫阮每一个人做的恩赐，不管我是晓讲英文的，我是我都管理财务的，我是我都关心人的，我是有管理的恩赐的，我要将你所赏赐予阮这一切，我唔敢藏喺家己用。伫今仔日，我搁一摆将你所赏赐予阮的才能、恩赐、快乐、能力，我要搁一摆伫遮讲，主啊，阮愿意将你所赏赐予阮这才能来奉献予教会的事工所用。阮伫遮恳求你来护照阮，来感动阮，来提醒阮，互阮伫上帝教会服侍有份来为你做工。阮安尼恳求、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条时间的关系，我来做重点的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第5页。周报第5页倒手边，本周的特别事项第一点，本周日是咱教会所定的感恩节主日，互咱有感恩的心，伫礼拜中。特别为着教会事工来做感恩的奉献，愿上帝祝福、感纳咱所有的事工、服侍甲奉献。第二点报告，咱看第二大点，感恩节音乐的发表会。咱今仔日中昼12点45，伫咱10楼礼拜堂来举办这个感恩节的音乐发表会。节目有这个儿童的节奏班、直笛班的演奏、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修琴团的演奏、OGS 欧达拉演奏团的演奏、声吟小提琴班的演奏、小西罗亚的献唱、教会的所有的诗班包括儿童合唱团、圣歌队、妇女合唱团、教人诗班、男性合唱团、EM 的诗班。西罗亚诗班所有这合唱团因的献唱甲合唱咱欢迎兄姐下晡会当留落来咱这个用餐的地点记载伫咱第5页，咱所有中昼要来发表这合唱团甲演奏团咱用餐的地点请咱家己来留意。过来第3点，集体关怀部分咱足欢喜咱恭喜李明学张志生执事夫妇因的公主张雨涵、周家怡伉俪伫11月20日伫加拿大来生一个查某婴仔愿上帝来祝福这个新生儿甲因的全家。过来第2点咱恭喜咱本会会友李莹莹姊妹是这个汪金香的查某囝。要甲林进佑兄弟伫11月30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伫咱10楼礼拜堂要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欢迎咱的管理愿上帝来祝福新人过来请咱掀开第6页。第6页倒手边第6点，圣诞节的时光
这个社区分发的传单，咱要请成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英语、青年这个牧区的小组来动员这个报名请咱向咱每一个牧区的干事来报名到11月初截止。再来第7点，伫12月14，也就是拜六，咱教会有办一个圣诞的福音大会咱今年有邀请杨怀民兄弟来做诗歌的见证会后咱有一个分组甲地点，咱请咱在座各位会当邀请咱的厝边隔壁，咱会当将咱所领受这个恩典，这个白白恩典，咱感受到，咱领受到，咱来分享给咱的厝边，给咱的同事咱请每一个小组甲团体会当邀请慕道友、新朋友来参加咱会当赵文辉甲谢莹莹干事来报名到12月7日为止以上重点的报告。下面咱要请新牧师来带领牧养的代祷，甲欢迎来宾。咱同心来祈祷。求阮疼痛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徛起安然徛起伫你所享受这个台湾的土地。总是阮也看见伫世界也有侪侪所在，因的人民伫遐拄着天灾、拄着地变，甚至拄着战争的危险。主伫这个时阵，阮特别求你来看顾伫菲律宾雷伊泰省才会受到风灾灾害的才会灾民。虽然经过特别一个月，主阮也看见侪侪的灾民因有缘无有通会当固定伫遐安歇的所在，甚至伫遐有一顿无一顿，甚至伫遐拄着强盗、拄着贼仔的危险甲威胁。主也求你会当来怜悯因，因为因也是上帝你的囝儿，也互阮会当得到感动，阮会当愿意用阮伸出去的手，阮会当来去为因来奉献、来关心。主过来12月也是圣诞节的节期，主阮教会也有侪侪这个活动，阮毋是干那要欢喜要闹热那定，主阮阁要把握这款的机会，阮对伫阮的社区，对伫阮周围，也阁未信的人，也阁毋捌你的人，阮会当有机会来邀请因来甲阮这阵来庆祝，也互主耶稣会当来出世伫每一个人的心中，也互每一个人。